真係估唔到，以前需要排隊先至可以搶到個樓啊！而家你只需要攞一張身份證或者回鄉證就可以俾套樓俾你，而且係一線山景房啊！周邊嘅交通配套都非常之方便，月供僅需要2000零蚊嚟就可以攞到啦。周邊嘅交通呢，5分鐘就可以上到深通通道，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嘅中山南朗站，去到深圳、廣州、珠海都係可以直線到達嘅，而且落到樓下就有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去到深圳灣、福田口岸、太子荃灣呢啲都係可以直線到達啦，而且呢度落樓5分鐘車程就有中山最大嘅1+1興和廣場，配套設施非常之完善。OK， 對呢度有興趣嘅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啦。入戶大堂仲有專梯接送，嚟到我哋陽台望出去個 view 啊，君臨天下嘅感覺，負離子爆晒標，成個人啊都精神晒啦。我哋而家嚟到樣板間，呢度係精裝現樓交付嘅，現樓現證，中意邊套買邊套就 OK 啦。跟我過嚟仲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添。咁我哋而家睇下呢個戶型到底係點樣。呢度咧就大門口入嚟之後咧有一個7字形嘅廚房，預留埋一個冰箱個位置，上下嘅廚頂櫃都係全部 set 好晒俾你。咁我哋呢度咧就係餐客廳一體化，呢個空間感咧去到3.8米嘅開間完全係 OK 嘅，而且主陽台就係南向望一線山景。咁我哋呢邊咧有2間房都係南向嘅。咁首先我哋嘅呢間客房放咗張床，仲可以做埋衣櫃，仲有咁大嘅一個空間。咁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3分離嘅衛生間啦，同埋一間贈送1半面積嘅房間啦。咁我哋主人房咧放張1.8米嘅床之餘，做埋我哋嘅衣櫃2個床頭櫃咧，仲有咁大咁闊落嘅一個位置嘅。OK， 對呢度有興趣嘅，想攞呢一個樓盤嘅詳細資料，喺評論區留言3個6或者點我右下角嘅 WhatsApp 鏈接，我將呢度嘅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